自身免疫系統煩亂究竟係點樣出現、點樣發生嘅咧？自身免疫系統其實咧就係我哋身體嘅一個保護機制嚟。原來我哋身體亦都有另外一個模式出現嘅，佢就係叫一個自我摧毀嘅模式嘅。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哋免疫系統咧係幫我哋去做修補嘅、做修復嘅。當我哋身體有任何嘅問題，無論係有啲外來嘅物質啦、病毒啦、病菌啦入侵我哋身體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免疫系統咧係可以幫我哋去修補到、修復到嘅。咁但係咧，原來我哋身體有另外一個嘅情況咧，就係一個叫自我摧毀嘅模式。咁而呢個自我摧毀嘅模式咧，佢就唔係我嚟幫我哋抵禦外敵嘅，佢係自己去攻擊我哋自己身體嘅細胞，而導致到我哋身體細胞啊、組織啊或者器官咧出現一個炎症嘅反應啦。咁而目前已知嘅咧已經有超過100種呢個嘅自身免疫系統嘅病嘅，咁啊影響全球咧大概5至10%嘅人口，而佔最多數嘅咧都係呢個嘅女性嘅患者，佔咗70至80%都係女性嘅患者。咁呢個有機會咧可能係同我哋女性嘅雌激素可能有關係啦。同時間咧我哋臨床上邊咧睇得最多嘅咧就係同呢個嘅壓力有關係嘅。當喺某一段時間嘅時候咧，個人喺處於一個高壓嘅狀態之下，到最後佢壓力爆煲之後咧，就會出現好多嘅自身免疫系統嘅疾病，包括係有一啲關節嘅疼痛啊、關節腫痛啊，跟住之後亦都會有呢個嘅突然間出現咗一個嘅糖尿病啊等等嘅問題啦。咁亦科研方面咧，亦都有研究到咧，呢個係有機會係同呢個嘅遺傳基因有關係啦，係一個天生基因缺陷嘅問題啦，而令到咧我哋嘅T 細胞冇辦法咧去做到佢正常嘅工作運行啦，咁亦都有機會咧係同呢個嘅病毒啊、飲食啊或者環境污染等等，亦都會有關係嘅。而自身免疫系統咧並唔係一個單一嘅原因啦，咁佢係有機會係會夾雜住好多唔同嘅情況，包括係一啲食物嘅過敏啦、環境嘅因素啦、壓力啦等等，都會有機會造成到呢個嘅自身免疫系統問題嘅出現嘅。